这几天因为疫情，这宗教活动拢受到冲击，其中有学者记录台湾第一休之称的西港挂休，当中讲到居民克服万难，将科仪陆续办完，展现宗教活动伫疫情时代之下的调试过程。因为这个西港乡的祭典牵涉到的人力、物力以及庙宇非常多，然后也有比较繁复的这个祭典仪式。那疫情当中有曾经经历过比较严峻的这个限制，好比说不能够我们有这个距离人与人距离的这个限制啦，还有必须比较严谨的防疫的措施。好，那他们都在这么严苛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祭典，那也就显示说，在台南人的这个生活以及文化当中，我们将对神明敬天爱人这样子的精神呢，相当的重视。这篇文章就收录在文化局出版的《台南文献》当中，以疫情甲基安为主题，记录经庙伫疫情之下各种因应措施。另外，还有探讨台南王尊以及昆星王平安阳节等台南地区的宗教祭典特色。那台南文献主要是收集大台南各个方面的文化研究的论文。那好比说像是很重要的宗教祭典，那还有各项产业，传统的产业或是比较近代所发展出来的产业。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传统工艺，以及民生民俗上面的文化研究等等。明年也将迎来台南18冬，文化局这几天也规划相关的专题，为荷兰时期、日本时代到近现代的发展以及文化成果等等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投稿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